咁就姜濤演唱會啊！因為咧佢錯安圖開咗喎，咁我哋一齊去睇下究竟姜濤演唱會嘅 highlight 係點啦！Go！喂，入場勁多人喎，睇下排隊喎，誇張。哇！佢阿媽，俾大家睇下，哇！我可以起身喎呢度。哇！我哋有應援棒啊，係一條閃靈靈嘅棒。呢度嘅姜糖，你哋等咗好耐啦。難道越下去，人家真的會了解我？隨便笑下去，喜歡的可以中傷我。當我未是情緒，別嫌我笨。當黑夜又來煩我，感激你陪我直地錯。咁我細個都成日去溫哥華玩嘅，多倫多就真係
坦白啲講就真係對上一次先第一次嚟，第二次好榮幸嚟到呢度。好似幾特別嘅，溫哥華咧係咩？係咪即係大節啲啊？呢度係好似比較多啲高樓大廈。點解喺度住開唔開心？係幾好嘅，即係啲天氣又好啊！好多人，你哋其實啲樓唔係好貴嘅。像原來抱着漫天星，別人對你眼正待見證。當時幸福心被牽走，失去方向偏走，多麼不留神，怎麼辛苦都不介意，陪你幸福一輩子。世界永遠意想不到，你身影降臨，語氣你的曲線，我只敢詐傻。如果可盡快收留我 Every single time when we have some fun 世界欠缺你的高貴，看不出理由 Every single time when I meet someone 身邊的世界氣氛升溫我都知道有些等待已成空等，就算有火寶石也在找你。摘的一個我共一個你，鋪滿天地。就算有火寶石也在找你。我去了好幾個城市。的時候更渴望相遇中沒你如何感受帶你走遍整個宇宙頭先嗰位女嘉賓係我嘅表妹係大家俾啲掌聲佢好緊張啊你同你咁樣見過我後面有冇咩單身嘅男子冇乜用啦，佢已經有男朋友啦，就可以佢練咗好多次啦，真係，因為都
好緊張，我點解有呢個 idea？其實真係無意中喺香港開會嘅時就佢嗰時候話喂，姜濤筆水唔夠喎，點算啊？聽講話你加拿大有個表妹喎，可唔可以幫下手？咩公司啊？你個 budget 都冇，請一個 dancer 喎。不過好彩，如果唔係因為呢個機會都唔會請到我表妹上呢個台嘅。呢個完咗細個呢個夢想，因為細個都即係我哋兩個成日打打鬧鬧啊，跟住但係又會一齊唱歌喎。有發現咗好多一啲細個嘅片，我最近喺屋企，因為我阿媽錄咗幾廿餅嗰啲你哋以前嗰啲係咯嗰啲帶，你係從來冇睇過嘅，但係咧我喺度諗緊幾時放出嚟俾大家睇。好快應該係，因為我要諗下幾時播。多想跟你找到消失的國土，多想跟你捉緊此刻的美好。請相信愛可封印，然後讓知道傳說的畫面或者一種已在身邊，無聲勢無亂世坐在咖啡店。要考察真相，視線只對你專心看一天，神話我已遇見。就為的美麗臉龐太小，如花草。我們的美好時光，能不能再一次在你身旁？喺加拿大陰天嘅時候，俾大家正能量啦，係咯。每一日咧都可以係你哋嘅 sunny day。等陣啦，呢個牌咧可唔可以放？我陣間又喺度跳。係喎，我要換下套啊！男性深宵一刻，歡呼跳舞，和同伴鬥快喝醉，歲數這個問號。朝起身請注意天色有壞有好。Everybody, baby. 好多謝大家啦，知道有好多即係加拿大嘅 fans 啊歌迷都等咗好耐，真係好感恩大家係。即係正如我之前所講，就係有呢個機會可以開 tour， 都真係離不開在座每一位嘅幫助支持係。即係身為一個 artist， 有呢個機會喺出邊開個演唱會係一個幾咁唔容易嘅事情，真係多謝你。我面對這份愛，不知抱歉萬次，幾多詆毀咒罵，仍舊堅持。你冇可能逆轉天意，始終我放心，盡到為我分憂解困。自己做人，好好執過人生。如果將一對翼原地一起，求救吧，觀眾眼神為兇手打氣，價值由你愛惜，當一個善良人
每一集咧喺巡迴嘅時候，我都會揀一啲唔同嘅歌啦，係咯。我之前喺香港嘅訪問有講過話，跟場係有2個字嘅，係啊。咁我睇晒大家估嘅一啲歌啦，好有估中嘅。啥？我諗都係咯，呢首歌都係我心血來潮，突然之間想唱嘅一首歌，係咪好想知咧？啲節目有㗎，你睇唔到，俾你哋估多次啊！貼士咪2個字咯，男定女啊？女，係咯，國語。太多了。有多久沒見你？以為你在哪裡？從頭喜歡你，白雲纏繞着藍天。哦，如果不能夠永遠走在一起的痕跡。少少嘅遺憾，講真人喺呢一個世上面都有好多嘅遺憾啦，好多嘅得唔到啦，係咯。雖然係過程會好痛心、好難過，係啊。其實唔單止係愛情啊、友情、親情都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個平常心去面對所有嘢咯，係咯。但係都真係好好珍惜坐喺你哋隔離嘅嗰位親人啦、嗰位情人啦，係咯，嗰位嘅兒子啦、女兒啦，我都係嗰句，你哋最需要珍惜嘅係你哋身邊嘅人，我永遠都係擺喺第2、第3、第4、第5位，唔好將我擺喺第1位 ，OK？ 將你哋嘅親人，將你哋生命中對你哋最緊要嘅人擺喺第1位 ，OK？ 喂，出嚟啊喂！愛漸愛人，連人可以一起，沒法我心境。唱出嚟啦！我今日嘅姜濤演唱會 highlight 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中意條影片啦。如果中意嘅話，記住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拜拜。